台北市的文山区有一间芳店，以肉桂卷来出名，是甲大汤酱甲面菜做伙落烘，每一届出炉都随行买了，非常的抢市。研发这个特殊口味的师傅甲团父，过去捌做过电视台的摄影记者，有将近30年媒体资历。55岁迄年退休，展开烘焙事业的下半场人生。伊甲对已经过身的老爸思念，以及对自闭症后生的关怀，揽入去面菜内底，要甲记忆当中老爸爸的气味，甲家己研发的口感，甲大家分享。这个温暖佮香甜的烘焙人生，有啥物款的心情？佮经历啥物款的挑战？做伙来看甲团父的故事。我一直很想去追求我10岁以前的那种嗅觉的记忆，对父亲的思念化成行动。未来我希望我把我的记忆再传承给我的小孩，这等于是一家3代一个传承。我们的肉桂卷是把幸福卷在肉桂里，我也希望把幸福传给大家。我们的肉桂卷的面团慢慢的擀平，所以需要一点时间。将发酵过面粉来回解酒，耐心一定烂，做出香 Q 的口感。接下来重头戏来了，这个画面很漂亮，一定要拍。用心制作，可以当顾到贵宾翕的需求。今麦63岁甲团父，伫咧江浙做胖师傅进前是电视台资深摄影记者。59岁迄年决定离开媒体界，以外开创事业的第2春。因为我太太喜欢做蛋糕，有一次我去烘焙材料行，就发现说，哇，那边有在教人家做面包的。那时候我就想说下去看看。当下马上报名，就开始在那边学做面包的。看到一个新闻专题，在介绍东区有一位很有名的做肉桂卷的师傅，他每天只做20个，因为以前是新闻记者，就有一种新闻笔，就说，这个好像可以。来做，那时候就想说，上网找找看这个寿司，我也没有去跟他学，然后在网络，等于是在 YouTube 上面学的。等一下，煮一煮之后，它焦糖化之后，会更漂亮。改善专注等待上好的时机，过去是为着翕的画片，今麦是伫咧观察糖污的变化。严格监督鼎位仔内底温度，就亲像过去雕酒画面的室温共款，完全袂当清清彩彩。你要去观察它那个泡泡，还有那个冒的烟。我们到最后要把它煮成琥珀色，它的烟已经冒得差不多了，我们就要开始倒了。我们这个叫美的冒泡，哇，这就是一锅完美的焦糖。刚开始大概煮糊了4、5个锅子，那锅子都不能用。最后买了一个法国名牌的铸铁锅，我就是摆明了我要好好的煮这个锅，所以你要不断的去摇晃，不要让它做烧焦。所以那摇晃当中，你还不能够离开那个锅子的视线。然后这个是肉桂粉，一般的肉桂粉就是买现成的，可能你到 Costco 去买。我们这个是去中药店，用桂皮研磨的。桂皮研磨之后，我们再把它装到一个密封的罐子里面，它那个香味就是不一样。要做就爱想办法做到上好，这是做新闻的坚持。只要你跑过新闻，我觉得做任何行业，
都应该没有问题啊，因为你也有非常多的不服输的精神，你一定要赌到那个画面哦，然后你一定要拍到那个瞬间。所以我做烘焙也是一样，我非常的专注，我就是做肉桂卷，把肉桂卷的品相经营得非常好。将煮好的汤乌酱卡要去烘盘内底，含口型好势面菜当一项。新品出来湿水香味齐全，让人鼻头全开。因为这也是做新闻的，然后也做公关、做行销，使用与满足，这是非常基本的。你一定要让你的顾客吃到这个肉桂卷，是他们在外面吃不到的，就是这个美感我们一定要抓好。然后吃久了之后，一种口味他们会觉得不够新鲜，我们慢慢在开发，一直开发到现在，等于有14种口味，满足所有人的需求。真侪种口味有在你紧，招牌黏贴贴汤蚵，更加互甲旁拍响名声，却评选做是台北市5大一定爱食的肉桂卷店家，证明伊的新闻片确实偏到独秀商机。不过最近店内有另外一项热销产品，是伊当初时无想到的。今天不行了，今天太满了，要明后天了，5点半嘛，哈。2花，好，拜拜。真的非常意外，因为快要变成卖葱油饼的店了。最近切这个葱很呛，都要呛到眼睛。有没有被呛到？我还好。还好。对。我已经开始要流泪了。我们今天葱油饼有那种3番9准，它不能够在同一个地方待太久，所以要给它翻一下，然后先让它吸足了油。火候控制非常重要。好吃的葱油饼上桌了。除了招牌肉桂卷之外，在葛大哥的店里也能够享用到中式的葱油饼，还有独特的锅贴花卷。当中除了浓浓的葱香之外，也有葛大哥对父亲满满的思念与记忆。我老爸是那个退伍的军医，然后在桃园的乡下开了一家诊所，然后他是北方人，喜欢吃面食，可是我们前后都没有店家，也不会有人做葱油饼、花卷、包子，所以他就自己想念家乡了，就开始做起葱油饼跟包子。甲团会爸爸伫咧去10岁时就离开世间，不过是伫你的味一直拢还阁留伫咧记忆内底。那时候看他煎葱油饼，可能他喜欢焦黑，还是他技术不好，我不知道。就是他会煎得焦焦的。每我自己煎葱油饼都喜欢煎得焦黑啊，去怀念、去闻爸爸那种做葱油饼那种味道，这就是嗅觉记忆。对啊，锅贴花卷是因为小时候爸爸是做花卷，他用蒸笼蒸，可是那个边边会有碰到锅子，就会有一点焦焦的那种感觉，所以是这样子研发出来锅贴花卷的。将对爸爸的思念化作好料，嘛彰显是老的嗅觉和记忆。上班情感的葱仔饼和花卷，原本只是私底下和朋友之间交流的美食，是要到相片放伫咧社群平台，后要将热烈讨论，拢要求公开卖。和政府汤欧肉桂香的面包咖啡店，加真侪无同款的中式风味。今天买的咖啡吗？啊？我不加一点点的。哦，我先请你们吃几片哈。哦，好。
好吃再买啊。葱油饼还好吃吧？真的。没问题，等一下再带2张嘛哈。对。好，慢用。觉得这就是互动了，因为我们店一直强调，我们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场域。我们希望你不只是来吃东西，你还可以跟老板聊天，然后把我们一些理念推给他们，很温暖的感觉。到店面装潢做温暖的家，不管是记忆内底八百味，或者是自身研究的味，甲大兄希望拢会当伫咧遮传承予家己的后一代。我的小孩有那个轻度的自闭，我想用手把他拉拔上来，让他学习到葛胖做肉桂卷的精髓。往后，我们100年之后，让他可以自谋其力然后能够不需要靠社会的救助然后自己可以生活下去。讲到家己有轻度自闭症的宝贝囝丁丁，甲大兄回时阵卖挡袂牢8块红，尤其看伊当到店内无闲次斗相共时，直到即马进入餐饮科伫咧读，嘛开始学做料理，更加会感动万分。他是一个非常开朗的自闭症的小孩，也是因为我开了这家店的因缘，然后送餐点到木栅高工去。就发现跟那个他们的特教老师聊天，他就说你的小孩可以来念这个餐饮科，他学了1年半，也会把学校的一些配方拿回来跟我们一起切磋，所以最近他的学校的配方叫燕麦饼干，我就把它取成小胖恩恩的燕麦饼干，还蛮受欢迎的。前阵子他们学校还有我们的家长体验日，邀请我们去他们学校的厨房，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座位上享受大餐。当他在炒意大利面端上我的面前，我眼泪快流出来了，真的非常感动。开了这家店之后，有上了一些媒体，所以有一些自闭症的家庭他们都会找来这边。其中有一个叫华轩的妈妈，她非常热心。后来我跟华轩一家人都非常的好。那时候疫情之前因为华轩很会画画，然后我们就想说帮他3楼。变成了一个画室来招生。因为爱囡仔关系，甲同父对自闭症家庭拄到难题，感受真深，有存的规律定着热情帮助。我们也帮文山特殊学校他们做的一些坚果类在楼下贩卖，只要你来买1包，我们就回馈部分所得他们这些都是自闭症的小孩，高中毕业之后。没办法，到一般的职场工作的，他们等于是他们叫小作所，收容这些小朋友，然后在那边工作。55岁到75岁，我觉得这20年还是一个人生的很黄金的时段。我就希望说，在这边能够跟一些朋友互动，然后把我的技术传承我的小孩。这等于是一家3代一个传承。我父亲的葱油饼传给我，我再把我的肉桂卷传给我的小孩。然后我一直讲说，我们的肉桂卷是把幸福卷在肉桂里，我也希望把幸福传给大家。离开媒体界，投入做胖的世界，甲团会第2人生更加温暖，中间累积滋味，有对爸爸思念，和对后生爱，
一粒一粒精心制作的肉桂卷，包济济的幸福滋味。